廣府飯局食得係福，談天說地，老友滿屋。我這次呢，想跟大家講一下舞蹈的服裝。我去很多舞會呢，看到很多人呢穿圓領的 T 恤，甚至乎短褲都有啊，去參加舞會。這些服裝在那個場合裡面是格格不入的，是吧？咁啊，講起嗰個圓領嘅 T 恤呢，咁我哋喺粵語裡面講呢，笠衫或者係過頭笠。咁點解話佢係過頭笠呢？因為呢件衫呢係圓領嘅，就冇開紐嘅，所以呢係笠到個頭捐過去，所以呢個衫呢就叫做過頭笠啦。咁啲人如果着呢啲衫褲去舞會呢，我覺得有啲異相咯。嗱，異相啊，大家好耐都冇聽過呢個字啦，係咪啊？異相就是跟呢種場合格格不入。我哋做細路仔嗰時呢，就成日覺得嗰啲朋友啊，同自己做嘅嘢唔一致啊，同埋呢，我哋約好去食飯啊，出去玩啊，捉伊人啊，甚至乎打交啊，佢約好佢唔嚟喎，我哋第日見到佢就即刻會講乜你個人咁異相㗎。咁啊喺舞會呢，見到啲人着啲咁嘅衫去，覺得呢個人點解着得咁異相㗎咁樣？就是異相就係另類。我哋參加舞會呢，係好唔適宜着圓領嘅 T 恤啊、短褲啊、波鞋啊呢類型嘅服裝嘅。我希望將呢個意見拎出嚟講俾大家聽呢，大家注意啦，我哋乜嘢場合着咩服裝做咩事，我哋而家係高質量啊嘛，我哋着嘅服裝，我哋梗係要跟翻個舞會嘅形式啦，係咪咁講啊？咁啊最好係着啲咩呢？最經典嘅呢，襯衣西褲。襯衣喺廣州話裏面呢，就係恤衫，咁就即係着恤衫同西褲啦，就最合適㗎啦。襯衣和西褲永遠都沒錯的，參加舞會。還有呢，在舞會的票裡面呢，寫得很清楚，要正裝出席了，我們呢應該把西服穿上。要寫的 black tie 就等於是蝴蝶結那種 black tie 啊。那麼我們呢基本上都穿禮服的，那這個叫做規矩。真的，我辦的舞會寫着 black tie， 真的有人穿着圓領的 T 恤來的，你拿他沒辦法。異相啦，呢啲就叫做另類。